您爱听八卦吗？当别人还守着互联网吃瓜的时候，您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满足。这是怎么？是不是怀孕了？喂，我都2年没碰过你了，为什么？你还敢问为什么？你敢打我？给老娘现原形！你吓唬我！大头，出马车啊！我没有，你看手上那个牌，我没有太冷静。你的大哥还在玩？大哥，来，打我！老公，有蚊子。好痒。好痒。绿绝民居，吃瓜天堂，共享八卦不隔音，亲如一家邻里情。学区房贷全市唯一重点小学学位。